我屋下嘅客家卤蘿蔔，也係我阿婆。當然，我屋下嘅蘿蔔都係佢卤嘅哦。今晡日我愛老阿婆學卤蘿蔔咯。我用梅花品種嘅蘿蔔裝做的咯。我老蘿蔔團三副浸鹽咯。哎呀，我嘅手當要鬆口，鹽落我嘅手掌都很痛呢。今日準備一個大暗缸，我放入一元的蘿蔔，一元的鹽，一元的豆絲，變成蘿蔔嘅卵糕。啲鑊鹽下輕輕的碎末，蘿蔔要碎一年才好食咯。開ăn咧，很香哦。阿婆講，也係時間的秘密哦。滷好嘅蘿蔔做得煮苦瓜湯、燉鳳肉、炒韭菜、煎卵。好食，太好食咧！再來一碗。明年冬天，鄉下來滷蘿蔔咯。